入场券呢？这就是入场券。哎，韩毅，我们这样真的行吗？万一待会儿被人赶出来，岂不是很没有面子啊？这话说的，好像你本来很有面子的。他就是迟墨的前女友啊，郑氏集团的千金郑宝珠，长得很一般嘛，真不知道当初迟墨怎么能看上她呢？就是，听说当初迟墨对他一片痴心，死心塌地的。可惜呀，他见人家家道中落，就一脚把人踹开，现在又主动贴回来，脸皮也是够厚的。还有这人，哎，我去追他了，你在这里盯住啊，盯住。郑小姐，郑小姐，郑小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别说我了。郑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好聪明！有没有摔倒啊？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再不起来可就走光了啊！各位，今天我开舞会的目的，主要是为了庆祝我拍回我们池家的祖传羽饰戒指。这枚戒指对于我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，因为它是我跟我前女友的定情信物，也是一段难以忘却的回忆。所以，我一定要拍回这枚羽饰戒指，让我的前女友白跑一趟。迟墨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说过会给你一个惊喜的，怎么样？刺不刺激啊？如今郑小姐想投怀送抱，我可未必答应。哎，郑小姐。破戒指，还你！还不要？你们在干嘛？叫你们来，嗨起来啊！郑小姐，郑小姐，郑小姐。什么品味啊，这是？没救了。喂，金秘书，我要的潮牌还没到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只给你3分钟，听到没有？大哥，你发型都这么土啊？
停车。迟墨的妈妈，这估计是世界上唯一镇得住迟墨的人。这枚戒指是我们迟家的祖传之物，我一直势在必得。只要是我看上的东西，不管是人或者是物，一定能够弄到手。石总，姨妈来了。姨妈，大姨妈，每个月都会来啊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你姨妈？我妈？总之，她不太喜欢这些东西，我觉得咱们还是收拾一下吧。哎，不是，收拾？你让我怎么收拾啊？我最害怕老太太唠叨了。表哥，这个交给你，你来帮我处理。对，我先撤。拜拜。哎，等一下。阿姨，今天的花园别墅舞会是专门为了庆祝拍回迟家的祖传戒指的。真是胡闹！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就不通知我？幸亏宝珠你提前告诉我，要不然我现在还蒙在鼓里呢。迟墨他人在哪儿？啊，姨妈，表弟他工作繁忙，还没回来呢。什么？哦，是啊，老板他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场合呢？怎么可能啊？刚刚还在里面，是不是背着阿姨胡闹？现在不敢见人了？去，把你表弟给我找回来。迟墨，你个坏蛋，你死变态！虽然有人顶包挨骂，听起来很爽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不是什么迟墨，我叫宋小小。宋小小，对，记住这个名字，宋小小。这不是我书里的男神吗？你说你叫宋小小，但是你怎么跟迟墨长得那么像啊？